好，来继续来到南投德山，这个清水溪草岭段，因为风台加上连滚日落大雨，结果形成崩山湖，恐惊当地有崩徛的风险。德山镇长陈东武特别来点名到清水溪下游8川里、汤头、水德、复兴、里鱼、中甲、中和、德兴甲平顶是警戒的重点区域，要随时注意水情的变化。沙土色的水位空翕的画面看嘛看袂透，而且详细看水拢无咧震动。原来南投的德山清水溪的草岭段，敢若因为连日的大雨甲风台的影响，真做崩山湖，当地搁较烦恼，可能会崩爆。是风化潮，日头若拍落，伊就变风化去。啊，即回落的雨嘛落袂少，才会造成即回淹塞湖会当甲卡落开，互水会当顺利搁流出去。无下边有迄人大的居民。根据观测，草岭段的水头敢若有大量的土石累积，已经造成水流塌掉。江做崩山湖了后，雨若是也无停，烦恼就会崩爆。阻塞河道的情形所以同时我们就成立了我们紧急应变小组水利署接到通报，清水溪桥的水位过油，20分钟水位就降1公尺外，水头的水量明显减少，有水路塌掉的情形，真做崩山湖。若是水头分林嘉义放列做警戒区域，水尾南投德山镇长陈东武阁点名，汤头、水德、中和、德兴等8个里，嘛是警戒的重点区域，就要提高警觉，注意水情。镇长嘛提醒，若是发现溪水变岔流，铺大量的插头等崩爆的征兆，就要随撤离通报里长。若德山镇公所甲经济部水利署嘛会继续掌握状况，卖互灾害发生。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